風潮升級，有25班機取消。日本北海道今晚發生7.5級大地震。我哋又會睇下第一屆滑雪板賽。新聞嘅詳細內容，國泰航空公司嘅工潮持續咗3日。勞方話，到目前為止已經有3個人證實死亡，另外有3個人失蹤，而6個傷者裏面有1個情況危殆。政府多個部門今日就着手研究點樣打撈沉咗落海底嘅飛機。咁至於失事現場嘅最新情況呢，交俾我同事陸俊強㗎。陸俊強，唔該你。唔該你嘅鄧景輝。咁而家工作人員咧經過接近24個鐘頭嘅搜索咧，而家搜索行動咧仍然係繼續緊嘅。咁望出嚟咧可以見到咧，仍然有幾艘船隻喺出事嘅現場附近係搜索嘅，剩低嘅3個失蹤者。咁事件之中咧有6個傷者，其中1個情況危殆，4個情況尚好，1個就已經出院。咁政府多個部門成立嘅一個打撈小組，整日都有開會研究幾時可以打撈架飛機。由廖忠平報導。